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真相通話》嘅，我係劉飛珍。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莊美玉先生來到節目嘅現場。莊老師係咪老觀眾朋友先問候一下？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莊美玉。美玉先生係啲嗬，你對時態過去你嘅專長係語文，你對客家話語言學方面有挺多嘅研究。不過呢，我今日要邀請你談嘅係老地名有關係。所以因為我之前注意到你有把去做老客家地名有關嘅演講，所以講一下你做乜對呢個題目有興趣，樣辦開始嘅麼？因為我哋師大教嘅通識課哈，教嘅客家文化，然後客家話兩門課哈，為紹介過台灣嘅客家歷史文化嘅地理哈，因為客人喺台灣。要分布啲哪啲素材，嗰啲素材要一啲好特殊嘅題名嚇，設意sen詞嚇，所以雖然講冇一定上課會教到嚇，但係我自家會去小課來看一下，去研究一下。因為美玉先生我自家本身對呢個題目嗬，係因為過去嘅教育大部分都係。中國地理吼，派青島嘛個鐵路，講嘛個鐵路，咁對台灣自家本身係冇認識。我開始學客話之後，我就注意到講，確實有啲客家嘅地名好蠻神奇哦，嗬，過去人都冇去想講，係冇有乜個故事。今日就來談呢個。我想，首先地名係做乜個地方有名係因為人將啲個所在都耐嘛，佢一個空間一個定位，後面想用方位。方位了到概念來談客家地名有哪條神奇嘅地方嗎？你台灣吼，因為山體好多哈，平壤好少哈，你三線工廠以上嘅高山，你台灣是有200人坐嘅，300坐，呢係全世界非常少嘅一種體現哈，所以平壤還少。你客人來台灣發展好慢所以台鐵平壤嘅素材先來嘅學農業是佔嘅所以你客人向內山來開發嘅嗰種所以講嘅北部咪就係金廣府跟住清朝嘅時嘅學農業客人個官方合作來向內山來開發所以你向內山開發當然是為咗一啲老年出面可能就發生爭題啦，兩個衝突美玉老師，你要講到內山內其實就係一個防衛相對嘅概念嘛除咗內外，還有哪條係按樣嘅方式來按嘅名嘅嘛？你台灣像按屏東來講是有一個內部內埔內部是好蠻開發的嘛所以內所以你講外啦內台鐵是先開發的好圈嚟所才會講外，所以你講嘅台中也有一個外埔鄉個嘉義有中部有台部大埔相中，內中外個就係方位嘛像你當有名嘅一個客家前輩綠隊嘅一個義生徐邦興佢設立嗰種美和高中、美和護專你也變成美和技術科技大學嘛，美和跟為高中學頭擺嘅三冠王打呢嘅棒球、野球當有名嘛也係內中外，佢大嘅所在是按照中心輪，中心輪那個中心輪，嗰隻題名所以咧內中外啦，就係講上下各大像你要嘅新埔嘅大部要上邊了下邊了啦，竹東上屋下屋嘅概念嘛，對那個你童謠地步未有上屋下屋嘅嗰種跟埋木ram調有書是講上屋熟破做生意不愛去唔愛去嗰啲有個歌詞所以像喺竹東嗰方面啦，要上平嘅愛去信奉鄉愛去尖沙嘅大部分是要所以是要個上灣行下灣行嘅下灣行。講到先做除咗上，你講上下，好像也有用頭前。
哦，cái什么挑粉啦，挑嘛，cái是一点深度的，一点往外用的是用挑嘛。cái挑钱还其迄字嘛个东西挑钱，其迄对要蛮像伊按照飞凤山啊，嘛个山的，叫做吼。讲我cái挑钱海咪有一只故事，我细细些从伊系佛，你啲系凤山海啦，挑钱海是个移民家贤恁的故事，你有听过吗？冇呢，也老天命有关嘅故事。系啊。佢我前世是聽過嗬，因為我雖然在屏東啊、福羅莊，不過我定嘅我世世代嘅嗰隻種頭嗬，用20副嘅北埔嘅新竹方面西下去，嗰是日本時代30年代嘅，我能講島內嘅2次移民嘛，2次移民。啊，我定嘅20副沒有服侍移民啦，嘅移民啦冇選上啊，是要連起戶寫嚟連起，啊嘅移民啦。服侍的我哋嘅20副嘅種頭地位有一家鄉雙口語鄉里嘅，嘅我哋係比鄭伯公嗬，因為佢嘅名地位有個鄭家嘅啫，李鄭伯公，佢腳下我哋一般嘅移民廟嗬，係移民廟係720係移民間嘛嗬，像個新埔嘅本廟是係我哋嘅大部分特殊哦，是724嘅種頭係20副嘅人，全部會辦生意，去拜移民家，去嘅禮物，嘅鍋湯行，嘅鍋湯行。咦，老師你講兩個相當啊，有擺去南埔啊，都同佢我講對北埔曬下來嘅客語，幾多人都台北客，所以講喺對北埔來嘅，做人都台北客。佢說人天命地度係咪類似也有一種東西南北，係樣係愛命嘅。有啊，你看個新竹有北部，北部，佢咪要在南部出，南部，係啊，海南部、水南部，係啊，你講台灣有前度嘅南北嗬，雖然用南北按名，但係佢不見得老體力嘅南北係一致的，係強啦，因為你講前生字啊，南港嗬，喺台北。北港啲南埔，因為了老原住民，老啲漢人，老原住民嘅發展有關係嘛。嗰度你講從北投，你其實佢老南邊冇關係，佢把北投沙，嗰係凱達格蘭族嘅嗰原住民嘅嗰種係同佢聚落部落嘅名嘛，所以講北投沙也好，嗰種係嗰南埔嘅前度，嗰按嘛嘅南投嗰種全部係簡單嘅原住民。古時候台灣嘅地名唔係單純全部用漢語、用客話、用河洛話，可能也有啲對原住民嘅話轉過來嘅，按樣嘅意思嘛。哦。這個茶把子。任節前度啦，佢上的像個凱達格蘭你下你總統府頭前個按照凱達格蘭大道，個凱達格蘭其實係台灣嘅偏僻處嘅十處之一嘛。那有人講基隆有人講特別寫嘅嘅龍嘅龍哈，基隆山哈。其實個基隆沒有一種講法，它這其實是凱達格蘭。把它切開是變得係發音所以有到像安尼台北市嘅插潤淡水線嘅插潤有個七里岸有嘛個美濃係簡單嘅偏僻處嘅。都有聽到一道歷史我留在天命之中啦嗬。人哋講方位上下內外。頭前東西南北，要後龍啦，跟後龍沙嗬，從我哋高雄嘅大部嗬，你話南迴鐵路特別係台鐵的屏東支線嗬，有隻叉頭叫做按後莊，嗰隻叉頭按後莊其實要遷莊嘛，但係實叉頭係實的後莊嘛，所以是要遷是要後啊。古時候南埔嘅六隊佢嘅田中左右。嘅確實就係以為方位嘅關係，完全係就方位，係個方位係一般人嘅想法，可能一般人唔好乜嘅啲啦，因為佢係面向台灣海峽，面向中國大陸嚇，左蘇薩是係南邊，所以按照左對，所以六對的位置喺南邊係是嘉東。金蘇薩是係北邊，所以金蘇薩是係台灣嘅六對的位置頂北邊係是係美濃、高速、六龜嘅大部。前邊張地擺地講原來係面對台灣海，張安陽係
对中国大陆面对台湾海峡嘅一個方向，安現來分前後左右，然後東岸嘅中隊，然後加一個前鋒隊。除咗防衛之外，按地面其實我看見到書檔寫嘅嘅資料，有啲名挺神奇，一看就講可能以為佢啦梯形，看到它的形狀，長了按名嘅。跟有關呀種梯形嘅客家地名，美麗老師喺下面也來講到誒。有啦嗬，佢從佢兩灘嚟大部就係寧古山嗬，佢是從五線嚟入房嗬，寧古然後所以說阿老叫按到寧古山啊。寧古山就佢嘅山線嘛。山線係。講山線係像客家莊還有關東山。哦。凍掛山啊，凍掛山，我團就係提興啦嗬，提興係嗰種係從嗰個阿里山鐵路有一站嗬，喺度奮起湖，呢下奮起湖到嗰種係阿里山站嗬，嗰條阿里山鐵路係喺啲嘅裝修嗬，冇通係是啲嘉義通到奮起湖，嗰東岸一節冇法度，啊，啲阿里山就咁做得坐嘅火車去珠山去看日出嘛。啊個奮起湖有冇按到奮起湖？佢當然後來改名啊，佢演打按到本基湖。本基，本基現在是係三面係冇係山嗬，有一面係開嘅，咁按到從本基係顯所以按本基湖。佢大部冇湖冇乜概念，冇按到奮起湖，完全冇。美麗老師你講到一個挺神奇嘅題目，等下來談。如果客家地名先到用湖，到底係咪真係有湖嗬？等下下一個聽我老大再過來講兩件事情。好，你先看一下，等下再過繼續轉到節目現場來談客家地名嘅故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現場，今天嗬有想到仲未有先生來談客家地名嘅故事。美麗老師，你頭講到那個本基湖嘅時間嗬，啊就想到我正開始學客家，然後開始學習台灣嘅土地歷史嘅時間。一開頭我唔知講那個湖嘅地名係乜嘅意思，我老到講山地都真係有水有湖呢。看個地名啊，二湖、三湖、四湖啊，想講，要唔然一隻所在安東湖，後來就發現講我呢啲唔錯，美麗老師老太家來介紹一下冇？就呢啲客家人按名嘅嗰種原則嗬，個湖嗬並唔係講底下嘅英文嘅 lake 嗬，那個真的湖泊嘅意思，佢係好大嘅所在嗬，下巴位有積水嘅所在嗬。啊，唔係講真緊要隻東遷嚟嘅，就係湖啲嘅嗬，所以呢要遷到地名，要去從嗰種係苗栗人嗬，要話嘅頭湖、二湖、三湖、四湖、五湖啦嗬，呢都是就頭是合話外樣嘅嘛嗬，見向地輩是嘅，哦來見按名嘛，天一則是頭，天一則耳嘛嗬。李老師，你講到兩下苗栗嘅西湖，佢攞佢改做西湖，跟意思就老頭哥嘅冇同樣咧。因為嘅我改咗按照西湖嚇，係因為佢攞嘅雲林縣雲林人有隻西湖鄉橋名，從嘅時期1950年代嚇，嘅改名係前度，從喺大嘅所在，喺細大嘅屏東人，呢下按照南州鄉、南州鄉嚇，南州一般人提提唔掂，喺問過北埔嘅中北埔嘅，唔識談過呢一隻地名嚇。啊，是一般嘅西來人嗬，要左邊要去南埔嘅東港左邊啊嗬，因為東港係呢台灣前重要嘅一隻，嘅大部頭擺有日本時代，它是那個水陸兩用嘅機場，南京嘅基地嘛。啊，嘅大部有呢台灣嘅空軍，空軍幼校是嗰種高中銜接嚟嘅空軍嘅周邊嘅周邊嚟呢兩位地。啊，我哋嗰隻所在係一片係東港，一片係潮州嘛，潮州咪合體嘅地名嗬，因為潮州就呢台灣陸軍嗬，陸軍當重要嘅傘兵部隊啲嗰啲條落下站。南族改名嚟嘛？佢夾啲嘅東岸睇白按落西州。
溪流的溪胡萝卜按落溪洲溪洲啦哈1958年因为基佬嗰種種法要在西周鄉窮名，所以是改名改做按落南州因為佢係南片嚟啲草主係南片，所以按落南州。你睇講呢個符合客家特殊嘅講法，咩正經有一隻 lake 到嘅位哦，就係呢個地方下大嘛。還有我之前也有一張誤解，就是巷，我一直撈到巷係真的一個坑。叫都帶客家話批名巷係乜個意思？呢個巷哈，一般來講是個相當於國語的發音山谷的意思，但是那個山谷通常是有水河把水所以你看個又屬客家講巷水邊，對對，來到巷水邊天公啊落水啊，個什麼大地連媽來到巷水邊個巷水是係山溝的水所以個巷你倆有聽到嘛個沁巷啦暗巷啦，下灣巷啦，上灣巷啦，水里巷啦，水里坑嘅南頭有個水里坑，有台巷啦、厝巷啦，個後巷、前巷都按照名按照巷當像個水里巷頭擺按照水里巷，你下改做按照水里。水里是南投縣的一個地名嘛，我細會知了，這水里巷係因為我講是喺1993年30年代啲新竹辦下，我哋嚟親戚要曬去後山花蓮推動也要去個南投水里巷嗰啲發展所以對水里對當有印象，從頭同阿公哋講個水里巷沒有乜人做嘛改美玉老師，你講到呢個水里巷南投嘛，我非常想到，身上也有啲地名過去客家人愛名，結果轉了之後，就唔知佢本來嘅意思。像你之前有提過東檔，我們的凍頂烏龍茶是山上很冷嗎？還係用版有這麼很多東檔，要在編發又會用版。個凍檔係凍你啊寫個便士片冰字不兩點冰的個結凍係凍，冷凍係凍。其實經驗單不應該係用嗰隻詞用個山士片，山字邊一個凍片嚟凍嗰隻凍你下你10點差10點，其實提一責任凍讀第一聲。其實經驗單有一隻凍。然解凍的凍，窮音個中古音有凍這個音你下歸你10點是保留了提一隻第一聲嘅凍所以個唔了解嘅人是講個凍檔是下身變身個隻結凍嘅凍個因為個呢叉米叉樹我哋個客家嘅素材雲霧繚繞你有露水就嘛個安心品質會好好所以凍頂烏龍叉米係呢台灣係特別係3大寶之一嘛個蔗糖茶葉跟樟腦嘛茶係凍重要所以呢凍頂烏龍咧凍有名但係佢寫個2點咩因為你講凍檔是山上嘅意思山東檔、山崗檔都是指山上嘅意思。喺個凍檔嗰片確實有呢度係客家人細個去做茶種茶樣。講到咧客家人嘅生活智慧咯，咧個地名嘅關係那我還有就講人工開嘅，台灣講到筆塘對，我聽班人講你話到府係筆塘，就發現府咯筆塘因為2件事情筆塘事實上喺客家莊聽到地方都會用，要不要用兩個來名上嘛？錯嗰種係土人人頭擺有萬國章人工嘅筆塘，所以佢按照千堂之鄉筆塘，筆塘大體係有啲可能係簡單有隻細隻嘅富的，所以個低洼的為積水的，你行人其實講富的，就是穴部底下一個委屈的富，好嘛個富嘛個富係，嗰種富的味道去灌溉水窩用水到佢
扩大，然后去越好深，台湾是变了鼻通嘛哈，啊，所以个鼻个头白有15只斤是寸，从伊千人只斤啊，千堂之乡变到寸19日天天。你要鼻通2只4啊，2只4的一般伊哈唔晓得写，看到的时候因为哈发无同嘅爸爸唔对用办偷记，叫我看到有一道题名了哈，下班好像老本来嘅意思呀。长医院哦，你行业来是系写个耳孔片吼，啊，伊只皮肤的皮嘛吼，个只鼻痛吼，啊，喉咙音来惯用的是系伊只土字边吼，土字边伊只字碑的碑，个只系喉咙音惯用的是，你行业用个啊耳字边伊只皮肤的皮，啊，所以个你嘛个两汤鼻啦嘛个鼻吼，啊。嘅信物嘅大部吼，有只大坡国小，啊有俾問過，你哋一定用為安諾大坡咯，你有冇過山吼？你講喺啲仲客外圖講安諾台幣，特別有只前台嘅幣湯嚟嘅，所以應該係大皮國小那個體面嘅巴士嘅 stop 吼嘅招呼站吼，應該安諾台幣樣做嘅，係你下頭土石變咗山坡係坡，所以平常人家講到兩個都注意到講。客家體名有非常多那種經過時代變化無相同改名之後，意思我本人無法度底本啦，係嘛解嘅啦吼。你給人哋下張過來講，你一睇吼，人做成講到兩位，人哋下張過繼續來談那個客家體名嘅故事，因為美玉老師頭講嘅吼，有非常多係同歷史有關係嘅，故所我想人哋下來談客家嘅體名，然後歷史有乜嘅關聯性。歡迎收看真相同埋嘅今日有請到美玉老師來談客家嘅體名吼。頭先講到老歷史有關嘅客家體名，醫生期哦，後尾繼續過來談呢個歷史。我想台灣開年來到開墾吼，輕鬆有歷史當中會發生嘅事情係老原住民嘅關係。客家人有帶女山，老原住民有天甲區，故所有非常多體名係老一個。族群關係就看得出來嘅吼，今日後尾請美玉老師就來談一個部分。從個因為頭擺你行業吼，因為冇平壤好講嘅嘛，就是說可以發內山吼，內山是給讓原住民學接權嘛吼，是好容易為咗爭土地吼發生衝突嘛，所以清朝嘅時代嘅皇帝是來講。畫一條線，不然按照漢番的頭擺嘅用名啊，漢番的界線嘛。講起用法講番界啦，番界，對，啊，呢一篇是漢人，該篇是原住民代嘛。但係就本身就隔開來，所以是愛畫一條深嚟叫哈，來做夾分界嘛。啊，所以畫個就一深啊，最少就幾重。翻嘛哈，個畫出來奶呢，是吞的順便，所以個一袋哈是從個鋪地個地來釀哈，所以這種蔬菜是按照這種東西按土釀，有啲蔬菜是按照土釀的名，也有按照土釀叫的哈，因為你要向內山開發哈，原住民佢咪要叫生順天啦，佢咪向外讓來發展，所以衝突來些，其實為原住民個成年，誰來因成年吼，出草嘛吼，可能你幾多張櫻桃吼，是算你是英雄嘛，對，既然英雄，所以要出草因來習慣嘛吼，嘅風俗，可以再去放，可以是會放吼，所以官方啦就係個墾戶，係個抬頭家吼，其實為建立嗰種對招募嘅愛容吼，所謂防衛的防範，個愛容帶嘅蔬菜是按照愛料嘛吼，所以就到題名是講愛料下嘅愛料下不見得是講佢提水好帶吼，是講個秋菌哈，秋菌，所以個上下吼，其實不見得係個提顯係過大，係講先開發後開發，也係講先後嘅關係也有啦。
你讲嘅爱考，也系对安阳县来嘅。错。哦。啊，像嘅安尼，讲虾，我头先讲爱了虾嘅安尼题名爱晓吼，爱了虾像爱细细些，嘅白北贡嘅蔬菜，阿公现在阿公伫北贡虾，嘅虾就唔系嘅虾贝，是讲嘅秋卷，哦，伫个北贡苗嘅秋卷，伫个大嘴菇啊嘛，嘅虾。听我讲到了个兔牛，我哋讲了台中嘅片，哦，兔牛一样嘅一拉客家文化讲出嘅片嘛，就头个就系因为可能有一个兔牛叫，嘅事实上吼啊，汉人咯客人之间除咗一个冲突之外，好像有啲也有合作，係你講有交換嘅一種行為。古時人嘅客家體名地位，好像有啲素材也係老俩有關係，啷麼？佢從個演出面佢散行，佢冇染啊，冇湯啊，佢咪會掠到東西，啊，所以個韓演是為那掠到東西，去到佢哋換個散散，哦，個散毒出散嘅東西，嘛個香菇啦，嘛個其他嘅東西，所以咧，頭擺個貨幣哈，個漢網按法塔來說，是就是以物，我嚟東西來換東西哈，所以這種素材是按照豆換是係交換嘅意思，豆換片，像個豆粉有個豆換片嘛，啊個豆粉個豆換片其實啊雖然伊個唔係前台嘅素材，只係唔係講當老年吼，啊其實個豆換片頭擺出來一個當有名嘅人嘅，個你台灣個頭擺個文學。講話純文學的一隻雜誌，是一隻作家，林海音，林海音女士哈，想起來咧，林海音嘅爸爸呢，是台灣片嘅人，講林煥文老師，林煥文老師頭擺啲是啲日本時代嘅信報嘅共學教過書，佢教過萬英，教過一個當有名嘅前輩嘅作家客家人，吳濁流啦，吳濁流先生，你見有對佢書啲都講到。佢對個林老師印象深刻啊，樣有感情。佢咪有講到嘅林海音，因為佢前世是去中國哈，啊佢13歲結爸林煥文老師是過身嘅哈，啊所以佢等佢結婚公子轉到台灣嘅時間哈，佢又去拜訪嘅吳濁流先生，然後佢問佢爸爸後生嘅啱結婚以前啲新婦嘅事情啊，啊所以吳濁流先生寫有當有名嘅三本嘅大河小說。你台灣大河小說嘅先驅啦，三部曲啊，這個亞細亞的孤兒啦，無花果，台灣連橋哈，啊你客家鄉親所有台灣人嘅人會都應該要讀了三本書哈。講到了三本書哦，事實上佢啲都係剛剛佢寫到一道也係老客家嘅地方故事、地名有關嘅哦。你阿都講，細細隻係老素材，歷史當個老年最搞完嘅台灣片。後來事實上就出來按樣，其中有個文學的那個種子都底外哈，也係一個地名衍生出來嘅一個故事啦。嘅歷史當個除咗呢個原住民咯漢語關係之外，我記得有個地名咯，在文學地圖也有寫到，伊有名嘅，就係苗栗太府有兩個番內那。你條線上嘅韓亞山鋪橋，佢都寫番內那。啊，番內那係因為頭過一個地方，當然你講番內唔係按後堂啦，人家太貼就講原住民，不過頭過確實做很多番內那。我要擺去番內那嘅時候，看到幾個公車牌，我唔認得幾個地方，因為公車牌幾多個番一隻時候，當過一兩片就攞去拿睇。變熊，變熊，非常熊，係熊林，變到熊林，變鄉林村這樣子。而且做一個地名嘅轉換，我想吼，就講一個地名當初成嘅祖先用法，有幾個土地嘛。啊，不過一個語言變成因為頭個人用客家話落地方嘅名，就比如14年之後，開始用所謂嘅方言，所謂的國語之後，聽到地名就有一種語言轉換嘅過程。好像一本地名有一度嘅變化哦。那個我感覺按有一些哈，老嘅頭擺係歷史上面切斷嘅哈，老提通提嗰隻素材嘅歷史切斷之後，人對嗰隻歷史嘅個土地嘅感情認同可能是會強強啊。啊，唔過官方嘅講法講，哎呀，較文雅，所謂的雅化。嗰是從本地話變做奮起好強容啦。阿里山嚟嘅我頭先有講過嘛，啊，有到像嘅乜嘅
苗栗哈，个三叉河哈。哦，1953也个头摆日本书台其实讲三叉河，因为三条巷落哈，叉河坝个巷桥哈，伫个伫交汇嘛哈，啊就是看起来种三叉线来说，三叉河，因为个下袂有西河坝哈。啊，你们是按照河独特是变三叉。三叉到1953年啊，个国民政府认为了这三叉了这提名不雅啦，哈，冇按唔好谈啦，哈，啊是老去改做三二，是因为个叉，那个义的道义的简体字哈，有点强，啊是这边了三二哈是变相，然后跟你台湾的木雕之乡嘛哈，啊像个新竹而是。嗰種青草湖嗰啲有條架係，嗰大部有條架嗬，哦一起嗬，所以個潤貨嘅頭擺用牛叉牛叉啊個牛嗬上架上得去嗬，啊人哋從係是人出時來嗬，啊所以嗰條架是前到牛市，所以你按照牛市架嗬，啊咁個牛市架嘅實在是唔好談嗬，唔文雅，所以就落去按照御史起嘅御史。你是古代嘅官，一隻官員嘅名，一隻官人名係厲害監察人嚟，連起來呢，對牛市變御史，這也蠻好笑的。啊，像個榮威到新埔就係兩湯雞，但係有一隻頭擺按咯，榮氏鍋嚇，榮氏鍋有兩隻講法啦，榮氏伊總講法上，嗰啲種當到時嗬，但係啲鄉音就土嚟講冇埋要伊學用嗬。然後伊種講法咪認為好做得先啊，嗬，就講嗰有種樹嗬，佢結字嗬，大字啊跌下來嘅字全部係烏烏嘅，一隻人啊，到你用時當場跌落滿地內，所以嗰大部分人是按照用時喎。啊，用師傅後來講啊，唔好談是個用老佢用師傅是變咗用養喜歡喜的喜，用歡喜啊，用諧音嘅方式去來理解。啊，你們呢有老用嘅改體變哦吉祥嘅祥，所以佢哋叫祥喜村啊，祥喜里嚇。你係佢變嚟記下層。變嚟記下層。變記下層，冇講唔啲。唔啲啊，你講該大部頭擺有一種樹，像唔係榕梅樹啦，但係是種榕梅樹係種榕梅辣嚇，係因為佢頭擺當到榕梅樹嘛，嚇那個用到樹莓，翻譯用到樹莓嘛，就個活動體育，意思是都酸酸嘅嗰種，你行緊講按咯阿嘛榕梅，所以就按用很多地名。啊，因為家嘅係嗰種係一個高平的高，所以按照榕梅辣，啊個種辣、內辣。啊，佢按照種辣係因為佢加淡水廳、新竹廳嘅中介點，所以按照種辣啊。咁聽美玉老師哦，對一個改名順勢有講到用出不落而名嘅地名咧，嗬。好，迄可以下等下能夠轉到人真相通往改嘅現場。歡迎轉到真相通話嘅節目。美玉老師，台話吼講咧一個地名用非常多嘅理由，比方講係時代嘅變化，係你講含文雅嘅方式來去改名。啊，那還有一個方式就講，可能係本身嘅人嘅移動、流通，可能地名就講了話南北冇相同嘅一種變化啦，嗬。那第一個美玉老師台話節目一開頭有講到講你嘅故鄉。好本人改名嘅事情，啊，希望你啊團出請美玉老師哦，大家分享伊嘅家族經驗啦。TPA 講你哋係非常特殊，係學術當中所謂嘅島內二次移民嘛，係對北部嘅客家莊，甚到南部嘅客家莊，啊，一個過程都係用蠻興來嘅啊，然後對你對台灣土地認識有乜嘅影響？你家族呢是細個去嘅？
我总会地差不多30年代1930代，日本时代哈，跟下青岛哈，因为日本人爱开发青岛南部啦，都后山哈，花莲台东哈，蛮开发的所在哈。所以我主攻东爱，对影响中国大陆的影响东爱让体育台天天吼。所以我讲的时代就还蛮安定吼，我台吼，老实讲係，如果東愛台還蠻安定，我台東愛有3台咧吼，所以家下唐江南部吼，還有天頭家嘅台體組吼，天頭家有青島體嘛，有人講吼，所以是有當然後早起係是倒轉來新竹講潮，大家影響潮講來南部開發啦吼，所以我講時興體吼，是潮人體是曬到南，全部曬下去。對新竹那邊曬過去。新竹嘅關係，我哋係嘅七個山，嘅非常山那邊啦嗰個所在吼，係嘅去土生發吼，去當困難嘅所在吼，連去種茶都就冇按改吼。南會西去南部，我唔係西去南部嘅綠隊客家莊，我係西去嘅河洛莊。哦，係樣咯。係河洛莊。所以嘅我哋寫大嘅隻所在吼，按落台埔吼，台埔。個台埔佢其實唔係一隻村落，佢冇算一隻村吼。我寫些20戶嘅鄉人吼，是兩隻林，吼，隔壁有隻台中頭按落萬華村。20戶人家全部對關係曬過去嘅嘛？有戶口嘅，也有戶口嘅，台體就係。新竹，係新竹人，係冇了咧，我冇下講開了。哦，係咁樣去。我哋嗰度嗬，要夾雜類型，從我哋係上裝係單向嘅嗬，要上理嘅。頭先我要講過嘅服飾裡面咋嗬，要上古嘅，要上胖嘅，要上方嘅，嗬，你是單向嘅，其他全部上大嘅。既然上大嘅嗬，10個戶地位嗬，全部有關係，有人有權嚟嘅關係嗬。所以我哋是曬到嗰度去吼，我睇下嘛，我講吼，我哋個中途有一屆，我哋係咪金白宮嘅吼？白宮係個老人家，因為講老人家，我細其實也冇當老啦，咁個而家係白宮，係比我講好睇一些咧，我哋是係白宮吼，我哋當要行人當要家教吼，當從事呢一種關係吼。用講起你的呢隻地方，等於是講係河洛莊地部一隻細細嘅聚落，客家人嚟做狀態，也會講河洛為主，有點像是一個方言島的。錯，個地位哦，是20戶是夫妻檔，那個戶口名簿當中是2個林，提10林到提12林。嗰隻金白宮係。呢隻地方都乜嘢名？台埔大埔。那隔一條牛埔溪對面嚟，按落牛埔。個河洛人嚟裝頭係，另外一點圈係一個牛埔莊。所以我們的原莊就是萬華村有一個大聚落，嘅萬華村，我們是它的2個附屬的2個。因為萬華村也係本來對地名嘛，唐曉冇乜槍，跟住咪改名。係啊，冇槍。後來按落車路墘，後來我按落岔路村。我哋鄉人有幾個按落岔路村嚇。岔路村。後來我按落車路墘。跟住有一個屏東支線的火車從高雄到枋寮。切開來，幾點改片莊係河洛莊，按落岔路村、車路墘，我哋呢邊係鄉人莊，按落台埔。台埔嚇，所以其實啲鄉人街下我感覺街下鄉人好巧好聰明哦，因為เรา嘅河洛名吼，直接是翻作啲鄉，因為墘嘅河洛話是變順嘅意思，所以我哋留佢按落岔路村。我哋嘅前然有隻所在，按落河洛人講按落番仔厝，我哋鄉人是講番仔屋，我哋冇聽人佢講番仔厝，我哋是講佢按落番仔厝，我哋是。曬到河洛莊，唔過係你用客家話來認地啊，個世界用客家話來名。你睇講到人家莊頭有一隻北宮，那個北宮有乜特別故事嗎？因為佢頭擺咪東京區嚇，佢是講去南埔開墾嘅時間嚇。家下
中贯铁路，日本时代的中贯铁路，1908年是全面通查嘞。佢目前打蛋讲7接讲伫迅速是卖蛋，打蛋到拼度，佢分3团。你想看有幾出個？第一團度可能是到推中，然後吼下來讓人做小工，做了穿一時的錢，又再個打蛋賣蛋，賣團到加二啊那裡，然後分300人到賣那個拼度去開做。其實非常係3萬達標，所以做田路天佑簽是賣一啲土地緊發展出來所以嗰是俺媽媽從來講，個阿金伯公吼，特別食得當到苦食得苦，然後出頭天。哎樣講起來，客家人真係無簡單吼，到女哎樣天意到移民嘅時節，都一張語言無同嘅素材哎樣去。不過你聽講到，雖然語言無同，不過佢係用客家話去咯。有笪地方就講可以啦，大家語法都認啲嘅地名啦。我哋客人自己講啊，喺講好咯，喺嚟聽幾個我車路機啦，有兩通呢通強勢出嘅垃圾菜。對。啊，後來你個太古名一直保留到呢下嘛？係，呢下佢喺係他出。户籍還係萬華村，但係那個聚落按照大埔社區，有客委會，有嗰種拼動人啊客家事務局，佢前從事了個社區，嗰啲社區人員動團結嗬，所以佢到客家事務局拼動人嚟家蘇貞昌做人長嗰些，佢動從事客家嗬，所以家下是又開始補出，是不挨定該大埔社區重新該從該頭擺牛岔路啊，你下落去。布達馬家布達馬家是一個社區，佢每年會辦一個客家文化節，所以東南嘅下青島、秋圈嚟個好容易就天然來大起八包、財包啊嘛，嘅打扮人啊。尤其比正應該去看咯，好多種地位就哎呦，很去堅持保存客家嘅特色裝頭。余老師，你聽講到講，你都係對關係賽過來嘅嘛？第個關係啊，個地名，事實上也係日本時代咁改嘅，佢係較早以前客家講鹹菜王嘛。鹹菜到日本咧，鹹菜東上場，所以日本人嘅台灣年嘅1920年代1916到1920哈嘅改名改前多，但係佢改名唔係凊彩改啊，佢台體是改講，年但係台體嘅名吼嘅發音，讓日本人用嘅漢字親接起來，佢是按個名，像安尼。台北嚟嘅棒橋吼，客人咪講棒橋，佢咪講棒，後來會講棒橋啊，個棒啊吼，棒橋。啊，個棒橋因為棒是係漢華語嘅木板的板嘛，所以日本人家按名嘅時候那佢改做板橋好了，因為東京有一個區是按照板橋區，所以佢是按照板橋，板橋是係余老師，人家談到呢位吼，實際上就講印地到一件事情啦，就講。台灣嘅地名佢有經過非常多無相同嘅時代，清朝佢可能係老漢人後面出面關係有關，老開墾嘅歷史有關。日本時代可能就講日本嘅出面早期想用辦老一笪地方重新安名。到戰後嘅時節，實際上問題很像又變到很較複雜咧嗬。像人哋下所在嘅台北市，你可能台北市也有地名係路名，非常多都係中國嘅嗱地名過來嘅。唔知道講。呢一種空間嘅安名方式嗬，呢一種無相同嘅生命嘅力量來以來之後，對人嘅影響咯變化係蠻大。節目存到最尾一期些時間，係咪余老師你就除了那現象，你發表一下你嘅看法？因為你全部改咗中國大陸嘅名，就中國嘅地圖嘅方位嚇，特別是東北片是全部用東北嚟名。我前到台北市嚇，所在我講呢名。一隻所在啲內位，我根本就唔識嗬，喺我去查資料，人哋講呢係內省中國內省啊嗬，所以到呢啱先改嘢向嗬，是到呢安尼呢年代發展嘅歷史嗬，跟脈絡嗬切斷睇嚟，所以因此應該陳之藩頭擺有隻可能絲根的蘭花，唔單講計住99年天定。
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人因，记一架母舰吼，记也母上会伫了，但无变形，记母会落地生根。哎，你讲，哎，你刚刚讲日久他乡即故乡啊，年深意境犹无尽。哎，你行因去到来，球咧散台去，哎，你是土地认同嘛？像爱头摆细细些，爱爸爸讲，哎，你系新中人，你行爱讲爱系你妹爱讲系偏东人，爱西欧讲爱西欧讲爱系台北人。哦，你有土地认同嘛？你唔但像你。外省人来去唔认同，连你台湾出世嘅菜地嘅个后生嘅一辈两辈，佢也对了地土地人冇嘛。像美玉老师讲到了嘅係今日談土地嘅故事吼，挺重要嘅一個關鍵啊吼。對認識台灣嘅體面，後邊嘅歷史脈絡來重新認識台灣，也就土地慢慢嘅有認同，同埋有感情。今日非常感謝大家收看真相通話嘅節目，也感謝美玉老師，今日老大家分享很多吼，確實有非常多嘅故事。在節目嘅裏面呢，老大家分享講你對台灣體面認識嘅一本英文書，洪敏玲先生的《台灣舊地名嚴格》，呢本書挺精彩哦，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今日收看真相通話嘅節目。